今天收到西貢區的老闆發過來的快遞，閘門拆開時，發來了一把這個日產軒逸的汽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。閘門拿到鑰匙之後，先檢測一下信號，他這個鑰匙的話也是低配的，只有2個按鍵，接下來給他升級成高配的。閘門這個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，現在把鑰匙的主板拆解出來，拆除鑰匙的主板，腦殼紙裝好，然後主板就可以來升級了。先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，所有按鍵，還有閘門這個正負極線路都給他看接好，然後再拿出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然後直接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。液晶鑰匙所有功能已經全部調試好，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就可以看一下效果了。一把全新的日產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都豐款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看日期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還能連接手機，手機也可以當鑰匙來用。最重要的會給你升級，靠近車試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試車門自動鎖車，還有預約後尾箱可以備注車主電話、定製車牌號等等這些功能，這些都是老鑰匙沒有的功能。升級完之後就可以直接用，非常方便了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，重新檢測一下信號按鍵，信號檢測沒有問題之後，閘門就可以給車友粉絲發回去。喜歡的朋友點亮下。